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一起正教。每日放學返到屋企，又或者食完飯之後，都令好多家長頭痛，莫過於就係功課嘅時間。你有冇遇過呢個畫面呢？小朋友一打開書包，一見到本功課簿，個人即刻僵硬晒。有時開始拖延，會做啲乜嘢呢？去廁所啦，飲啖水啦，執下個筆盒先。有陣時甚至會喊、發脾氣、瞓喺地下，點都唔肯開始。而你就坐喺旁邊，望住時間一分一秒咁樣過，快啲啦，做少少先啦，就嚟食飯啦。結果越催就越嬲，你大鬧佢，佢又即刻喊發脾氣，最後做功課就變咗一場戰爭。原本放工之後好難得嘅親子時間，就變成每日例行嘅拆彈行動。如果呢個畫面你覺得好熟悉，今日呢一集就正正為你而設。因為對於 ADHD 嘅孩子嚟講，問題未必係唔肯做功課，而係佢真係唔知道點樣為之開始。今日我哋要一齊拆解一下 ADHD 孩子背後嘅大腦運作，學習2個實戰工具：3分鐘情緒急救，同埋今日就做到嘅任務拆細法。我哋首先進入孩子嘅世界，好多家長會問：明明識做，點解唔做呢？明明老師教過，點解又唔開始啊？其實近年 ADHD 嘅研究發現，最核心嘅困難未必係專注力本身，而係一種叫做執行功能嘅能力。執行功能就好似大腦嘅行政總裁 CEO 咁，負責開始任務、計劃步驟、管理時間、保持專注、控制衝動。對於 ADHD 嘅小朋友嚟講，佢哋好多時知道自己應該點樣做，但係大腦未必有能力順利啟動。就好似一架車咁，引擎冇壞，油缸又有，但係引擎失靈，所以你見到佢坐喺度冇喐過，唔一定係懶，而可能係個腦卡住咗。另一方面，ADHD 大腦對延遲回報亦都係比較困難，例如做完功課先至可以玩，對於大部分嘅孩子嚟講可能都仲 work 嘅，但係對 ADHD 嘅孩子嚟講，10分鐘之後嘅獎勵遠遠比唔上而家即刻有玩具玩。所以當家長講做晒先玩啦，孩子未必唔聽話，而係大腦真係難以將未來嘅獎勵轉化成而家嘅動力。再加上當小朋友望住一大堆功課嘅時候，大腦好容易會產生挫敗感。呢個時候就好似我哋之前所講，大腦嘅手部模型，當壓力太大嘅時候，理性大腦會暫時下線，情緒腦會接管，小朋友會開始逃避、發脾氣、喊，其實唔係反抗你啊，而係向你求救。咁面對呢個情況，我哋可以點做呢？第一步，先調節情緒，後處理功課。神經科學研究指出，當孩子處於焦慮、挫敗或者情緒爆發狀態嘅時候，負責學習同埋思考嘅前額葉皮層會暫時降低運作。簡單嚟講，理性腦下線，情緒腦上線。所以我哋唔係先教功課，而係先處理情緒。呢個就係教育界成日所講嘅先調節再要求。當你見到孩子皺晒眉、緊握拳頭、眼神開始飄走，你就知道佢個大腦蓋就嚟要彈開啦。
呢個時候唔好再催，先連結。你可以踎低身，用反射式嘅傾聽，講：媽咪見到你好似覺得呢份功課好難喎，你好似有啲擔心做唔到，今日真係有啲辛苦喎。當孩子感受到被理解，大腦先有機會重新平靜落嚟。第二步，將任務拆細，非常細，細到今日一定做得到。因為 ADHD 嘅大腦最怕見到一大堆嘅任務，一頁工作紙，一篇作文，一份專題，都可能會令到佢即刻放棄。所以我哋唔好再講快啲做晒佢啦，我哋要改為先做第一題。我哋唔好講寫晒佢啦，成篇作文啊，改為先寫個標題先啦。我哋唔好講溫書啦，改為我哋先打開本書。有陣時候，第一步細到連大人都會覺得好搞笑，但係對於 ADHD 嘅小朋友嚟講，能夠開始已經係成功。當佢完成第一步，我哋唔係讚個結果，而係讚佢有盡力、有努力。例如，你頭先雖然覺得難，但係仍然開始咗做第一題。你冇放棄，真係好有毅力啊！因為孩子需要建立嘅唔係完美，而係成功經驗。第三步，成為孩子嘅外置執行功能。好多 ADHD 孩子暫時未有能力自己規劃，所以家長唔係一個監工，而係教練，陪住佢拆解任務，提供視覺提示嘅時間表，協助規劃步驟，一步一步咁行，而唔係企喺終點嗰度叫佢快啲跑啦。記住今日嘅核心金句：先連結，再引導，先調節，再學習。孩子需要嘅唔係更多嘅催促，而係更多嘅成功經驗。最後，今日想送俾大家一句說話：當孩子感覺更好，佢先至有能力做得更加好。當孩子逃避功課嘅時候，我哋唔好第一時間問點解你仲未做啊？不如試下改下，你而家遇到咩困難？我可以陪你完成第一步嗎？因為做功課唔單止係完成第一份功課，更加嘅係訓練孩子嘅執行功能、抗逆力同埋解難能力。而家長最重要嘅角色唔係監工，而係同行者。多謝你收聽今日嘅一起正教。如果你想我分享更加多今日就做到嘅任務拆細法嘅實際例子，歡迎留言俾我知。記得撳一撳個鐘仔。下一集我哋會探討一下熒幕爭奪戰，熄電視、熄 iPad 就發癲。溫和而堅定嘅預告退場技巧，照顧好自己先可以照顧好孩子。我哋下次見啦。